Hello，各位好，歡迎嚟到醫道鹽之傳承，我係 Eric。對我過往嘅經歷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睇返我寫嘅呢本書。今集會通過分享我媽媽嘅病歷嚟證明我嘅醫道境界。一般嚟講咧，老人家骨折之後咧，健康就會急轉直下，但係我媽媽嘅情況咧就係完全相反嘅。例如糖尿病就完全康復咗啦，三高冇咗啦，呢啲所有嘅病歷都存放緊喺公立醫療體系裏面。可以睇畫面啦。大家可以根據資料託朋友去 fact check。我媽媽今年78歲，廿幾年前開始有糖尿病同埋三高一低。佢老人家2024年9月7號就喺街度跣低，當晚咧就送咗入瑪嘉烈醫院，照 X 光確診咗盤骨兩處粉碎性骨折，跟住就開始接受我嘅治療啦。佢住院嗰陣咧，我就叫佢盡量唔好食西藥，忍到痛就忍下。中藥抗炎消腫加速骨頭愈合嘅效果咧，其實係比西藥更加快嘅。唔信嘅話咧，可以託人睇下病歷。不過父子嗰啲熱性嘅中藥咧，就好少人會識用。咁我個人覺得醫院最關鍵嘅作用咧，就係檢查診斷、24小時護理同埋提供有營養嘅食物。我喺度咧就要代我媽媽多謝各位醫生護士。如果冇醫院嘅悉心照料咧，就算有仙丹都係冇用嘅。多謝各位醫護人員。我由2024年9月10號就開始煲中藥俾佢飲啦。本來一日要飲2次嘅，不過我媽媽行動不便，佢自己拎唔到嚟飲，而且又俾醫院姑娘夾住，所以每日只能等我收工過去整翻熱啲藥俾佢飲。我已經俾醫院姑娘咧鬧過幾次啦，唔知佢哋而家仲認唔認到我？咁我媽媽就喺明愛醫院住咗6個星期，2024年11月2號咧就出院啦。嗰年12月尾已經可以正常行到路。咁到2025年1月17號咧，即係骨折之後4個月，佢就去咗泰國旅行，當時係搭 Hong Kong Express 嘅。咁出院之後，佢就繼續接受我嘅治療啦。復診嘅時候，診所話除咗骨質疏鬆之外咧，其他指數都係正常嘅。嗰啲指數咧，即係血壓、血脂、膽固醇。咁佢嘅糖尿腳咧，就喺2023年俾我醫好啦。糖尿腳初期嘅處方咧，我放咗喺片尾。當時佢睇糖尿腳咧，係去寶血醫院同埋公立普通科診所嘅。我見佢當時喊晒口，話驚要截肢，所以就救下佢啦。因為佢老人家咧冇咩口德噶，成日周圍唱我話我係不孝子。不過咧，我最終頂唔順佢嘅負面情緒，嘴炮攻擊，所以咧就出手救咗佢啦。咁糖尿病就係2025年10月16日咧，醫生證明冇事，唔使再復診。嗰啲資料咧，我就寫晒出嚟啦。本來咧就設計咗一個骨質疏鬆療程俾佢老人家嘅，不過咧佢就嫌棄我啲食療似坑渠水，話食咗咧會短2年命喎。咁我咧就放長雙眼睇下佢食燒賣、麵包、杯麵會唔會多2年命啦。而家嘅中醫制度好離譜，乜嘢標準都冇，醫師寫咗處方咧就收錢完事啦。制度對病人完全唔公平，病人睇醫生咧就好似開盲盒咁樣碰運氣，我覺得係時候要改變啦。今集嘅時間就夠啦，下集再見，各位拜拜。